出来了，你还在这里炫？快点告诉我，我的真心人到底是谁？天机不可泄露。那，这可是你逼我的啊！三味真火里我都练过，这小火苗没用的。千年玄冰也冻不住我。哼！大冷特交替，你可要照顾好你自己了。好了好了，我说，谁能把我从剑鞘里拔出来，谁就是你的真心人。方法都告诉你了。来。喂，方法都告诉你了，你要干嘛呀？去找我的真心人喽。跟我走。我不要离开这里。就为了这么个玩意儿，费这么半天劲儿。哎呀，这个不是破玩意儿，这是能找到我真心人的宝剑。一把剑而已，怎么找真心人啊？就是糊弄你们这样的小女孩。哼，紫青宝剑告诉我，能拔出这把剑的人就是我的。真心人。情人离去，永远不回来。那好吧，等我办完事儿了，我就一起陪你去找真心人。你这是？男人的事儿，女人少管。那等你忙完了，去青明湖找我。等你啊！我等你。齐天大圣这个名号。孙悟空。我今天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听说你猖狂粗野，屡犯天规，要夺玉帝尊位是吗？常言道，皇帝轮流坐，明年到我家，你赶紧让玉帝老儿把位置给我让出来。你这猴精，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？我本领大了去了，懒得跟你讲。眼见而实，耳听为虚。听说你的筋斗云翻得很远，我不信。不信？不信我拿给你看。哎，且慢，我们打个赌。如果你一个筋斗云能翻出我的手掌心，我就让玉帝搬走，你去天宫里住。要是翻不出，就要接受天罚，你敢不敢赌？
好啊，说话算数。不过，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？做的。行，不许反。一言为定。老头儿，你可看好了，咱老孙走了。天尽头也不过如此，放了5根大破柱子，也不知道是干什么，还没有花果山的竹子好看。老头儿，我这一去一回也没有多久，你看起来老了不少。我已经到了天尽头了，赶紧让玉帝老儿让出位置。孙悟空，你所谓的天尽头，可惜只不过是我的手指头。有两下子，咱们认真比一下。孙悟空，我们定下规矩，愿赌服输，一记失败就当飞灰烟灭，永世不得超生。谁叫我天下无双，乾坤大化又怎样？就算是地下天罡，谁能阻挡？无形山压住锋芒，金刚拳收复了狂，我依然还是最强，电视火光，一路行者无疆。手下留好啊！不要！金蝉子，你干什么？走开！不走啊！呀，佛祖啊，这个呢，就是你不对了。为什么呢？虽然说他想要做玉皇大帝，但是他不是还没做吗？这只是他的一个构想而已呀。你又没有证据证明他一定会去做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不如这样啊，你等他真的做了玉皇大帝之后，你再罚他也不迟啊。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哎，金蝉子，你始终都是如此心软。也罢，这也是你们的一段缘分。究竟如何处置，你自己与玉帝商量吧。阿弥陀佛。哎
呀，你不要用这种态度来对我啊！我是来帮你的。虽然呢，我暂时从如来佛祖的手里把你拿了下来，但是啊，这不是长久之计，不如你还是跟我回去见玉帝，跟他好好聊一聊啊，聊一聊。聊我什么时候坐在玉皇大帝的位置上？越来越幽默了，哎呀，不要生气啊！来，走啊，乖了，听话了啊，我不走。哎，这次真的不能由得你，来，走了，来，走了。阿弥陀佛。还不快点给玉帝请安呢？本想借这个机会灭了妖猴，可是你，又是你！玉帝，你先不要生气嘛。世间众生都可以被拯救的，孙悟空也一样。其实都怪我，因为我没有感化得了他，所以呢，他才陷入了现在这般的境地。感化孙悟空呢，是我的任务，也是我的责任。现在人间呀，受魔界所乱，我愿意下凡取得真经，造福人间。你凭什么下凡取经？就你这样的，下凡走不了3里路，就又可以重新投胎了。我不怕。我有孙悟空，他本事很大的，他会保护我。给我死远点！玉帝，取经路上一路艰难险阻，相信一定可以度化孙悟空的。金蝉子所言，字字发自肺腑，一片苦心，令人感动。我认为应该再给这个猴子一次机会，毕竟他才日月精华，从石头里蹦出来，从小没有父母的教导，难免步入歧途。今天既然有人主动承担起教化他的责任，这是好事。好吧，既然众卿家都同意，那朕就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毕竟，给别人机会，就是给自己机会。来人，带他2人下去，下凡投胎。是。阿弥陀佛。启禀玉帝，妖猴孙悟空引发的乱局已经平定，众天兵天将也纷纷在做心理疏导，以增强他们继续捉拿妖怪的信心。如今就只差您亲自登记天书，以记录金蝉子和孙悟空下凡的日期。是急，快给朕呈上天书。是。玉帝，菩提老祖知道您在寿宴上被那妖猴扫了兴，特意为您自制了一封心墨，为您宽心。菩提果然有心啊。他也是希望您能偶尔扫扫他身上的晦气。据说他现在喝酒都能误喝成泻药。世间万物有因果，朕知道了，找个时间替他加些运气就是了。不过，我要先把这个孙悟空给处置。怎么回事？玉帝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。
啊！糟了，晚了500年。太白金星，朕考考你，这天书之上名字下边点一个点儿，是何意呀？这个玉帝考不住下官的，意思就是此人魂飞魄散，永不超生，就真的死了。你去把菩提给我找来，朕有事要跟他商量。是。世间万物有因果，也怪不得朕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各位仙家呀，朕已经尽力了，有什么好事坏事，你们就一切随缘吧。这天书落笔不得悔改，这是朕当年定下的规矩。我当年真是太糊涂了。我怎么给自己挖了这么大一个坑啊！臣叩见玉帝。你过来，看看你这方墨是怎么回事。应该是最近比较倒霉，所以在制墨汁的时候，把这个千年树胶给混在泉水之中了。现在不是你倒霉，是我倒霉呀！此话怎讲？算了，你赶快去做个占卜。朕预测最近会有些仙家遭遇不测，你提前做个防备也好啊。是。不过玉帝呀，刚才太白金星跟我说，您是要在我的浮萍之中加点运气，是吧？哼，不要得寸进尺。世间万物阴阳平衡，有得有失。我不再给你加点霉气就不错了。下去吧。是。老大人，不过是处置一个妖怪，何必您亲自独行？你刚才派人来说，这只妖怪为什么会被处以极刑？他冒充孙悟空，祸害人间。冒充孙悟空？他有这么大本事？本事自然不如那人，不过他本是6耳猕猴，乃4猴之一，不入10类，与孙悟空同音同相，再加上一些变化，极难识破。只是前几日孙悟空被抓，这货不知道，才弄巧成拙，被天兵天将发现捉拿。快，带朕进去看看。玉帝，您怎么亲自来了呀？玉帝，我这次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放过我好不好？饶我一次吧，好不好，玉帝啊？新子啊，一会儿可不可以手下留情，删得慢一点？我很怕热，都不想变成烤猴啊！也并不像啊，这是他选择的肉身。你变成猴子给玉帝大大看看。别闹了，玉帝，我千不该万不该冒充那个孙悟空啊！我不知道他当了弼马温，成了神仙还这么作，还大闹天宫，那个是他，不是我。让你变就变，快点！妖猴，妖猴，快变回来！没事吧？是不是祖义乱真呢？太像了，太像了。那杀吗？不。啊？不，我是说不杀不行。而且
且那个孙悟空气阵太甚，这要亲自行刑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玉帝大人，你要干嘛呀？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，让我有心理准备啊？让我但求一次，你不要吓我嘛！温柔一点，我真的很怕疼啊！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少废话！不要啊！不要！哎呀！一会儿你如果敢出声，我一巴掌拍死你！打扫一下吧，已经尸骨无存了。感谢玉帝不杀之恩，我本来以为这一次死定了，没想到是玉帝你亲自救我逃出升天，好想叫你一声哥哥呀！玉帝哥哥大恩大德，六儿永世难忘。你不用拍我马屁，我不是救你，我只是要跟你做个交易。什么交易？想要活命，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哎，紫霞仙子，哎呀，哎，你怎么会到我的清明湖来了？清明湖主避世雅居，躲得清闲，让人羡慕啊！哎，今天到此一定有事吧？哎，我就是跟一个朋友啊，明天约在这个地方，先到了而已。哦，看你风尘仆仆，定是连夜兼程，看来是个很重要的朋友。咱们俩就别装了呀，赶紧告诉我，是不是你心上人？这么久没见，湖主你还是这么三八？废话，不三八谁来这儿当湖主啊？哎，告诉你，但凡来这儿的人都有自己的小秘密，你就不要藏着掖着啦，快跟我说说。哎呀，没什么小秘密，我啊就是觉得现在春色正好，风景宜人，跟朋友来休个假。哎，让你失望啦！看你一脸甜蜜的样子，还说不是心上人啊？啊，你看你准备的这些桌子、凳子还有花啊，水果还都是桃。那个人喜欢吃桃啊？哎呀，你别问了，你再问我走了。不问，你啊，慢慢等啊，等他来了，我自然就知道了。启禀玉帝，月光宝盒确实是臣偷的。怎么是你？
你可知道仙家偷盗乃是重罪？臣知罪。那你为何要偷？又为何前来认罪？月光宝盒引起骚乱，此事难以隐瞒。臣知道，以臣一己之力，难以逃脱天兵天将的追捕，不如回到天庭认罪，还请玉帝网开一面。网开一面？这天条王法岂是能轻易戏谑的？臣不敢，只是臣已认罪，还请玉帝宽恕。也罢，你成仙以来一直安分守己，从未犯错。今天，只要你交出月光宝盒，朕可以小惩大戒，既往不咎。可是臣此时并不知道月光宝盒在哪里。什么？你是说你丢了月光宝盒？臣自以为是，弄巧成拙，以为可以使时光倒流。谁想到，非但未能如愿，反而遗失了宝盒。臣罪该万死。朕虽然同情你，但是你的话很难服众啊。臣说的句句属实。启禀玉帝，嫦娥仙子虽然向来安分，但偷去月光宝盒乃是重罪。她虽然认罪，但不交出宝盒，实为知错不改。况且她所说的宝盒丢失难辨真假，就算是真的，也应该寻回宝盒，方为天庭宽恕。臣已经竭力寻找，但无奈一无所获，实在没有办法，才只身返回天庭。那怎么才能证明宝盒是丢了，而不是被你藏起来了呢？玉帝，就算是仙子真的弄丢了宝盒，这件事也很难服众啊。也罢，朕有个法子，有一个所在可以鉴别真心，嫦娥可敢一试？臣愿意。好，带嫦娥仙子前往清明湖，以验证仙子所言真假属实。是。你的朋友没有来哦。语气太三八了，胡主。难怪你要到我的清明湖来，你是想看他的真心吧？结果别人来这儿的勇气都没有。谁说他没勇气啊？他一定是有什么事儿耽误了。我这清明湖在仙界还是有些名望的，他不可能不知道。你就不要替他开脱了。不是我替他开脱，他一定不是胆小怕事的人。那好风景有的是，你干嘛非得带他来我这儿？哎，千万别跟我说游山玩水啊！他拔出了我的紫青宝剑，哎，可是我不知道他对我是不是。是。哇，这是个大命！哎，告诉我他是谁？他在哪儿？赶紧带他来！哎，我这清明湖绝对可以帮你见证他的真心。哎呀，你就别问了，他不是没来，那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哇，太赞了！看这个架势，一定有猛料啊！来，咱们来一块儿听听今天都有什么八卦。
嫦娥，这清明湖乃仙道之人度过最后劫难时流下的眼泪缔结而成，具有鉴别真心的能力。你可敢一试？敢。好，那开始吧。慢。启禀玉帝，偷取月光宝盒的人是我，请您不要再为难嫦娥仙子。天蓬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仙子，仙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要干嘛？我听说你回来认罪，谁让你回来的？我不是让你躲一躲吗？观音大师已经知道此事了，总要有人认罪的。再说，我们根本躲不过那么多天兵天将。可是你知道你认罪的后果是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。总之，我已经认罪了。再说，我是真的不知道月光宝盒在哪，你不要管了。唐唐，唐唐，你听我说，这事没这么简单。一旦你入了清明湖，你一在紫青宝剑的心意就会被看穿，到时候众仙家就会知道你凡心大动，天条你懂的，你会被贬下凡间的。该受的罚，我不会躲。既然已经动了凡心，自然不怕被人知道。多谢你，你自己好好保重吧。事实经过正是如此。嫦娥仙子想要时光倒流，重酿仙酒，而我盗取了月光宝盒，却不料半路杀出个齐天大圣孙悟空，破坏了计划。齐天大圣孙悟空，难道他就是大圣啊？情人离去，永远不回来。却不料，孙悟空正被三界通缉。月光宝盒的使用，引来了观音大师。大师缉拿我等，过程中，月光宝盒遗失。臣句句属实，愿入这清明湖，以辨真心。天蓬，命运不能更改，放开，不能再相爱。难道这是上天的安排？痛爱让人悲哀，在世上，命运不能更改。放开，不能再相爱。难道这是上天的安排？玉帝，湖水虽然没有变色，但仍有污秽。天蓬元帅他似乎尚有隐瞒。天蓬，你为何要帮嫦娥偷盗月光宝盒？臣动了凡心，苦恋嫦娥仙子。
奈何仙子对臣不理不睬，臣为了俘获仙子芳心，才出此下策，甘愿受罚。玉帝，湖水清澈透顶，元帅他再无隐瞒。这天庭之上，朕最不愿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事情。天蓬，我虽然同情你，但是天条就是天条。你私动凡心，觊觎嫦娥仙子，偷盗月光宝盒，连续犯下大错，朕不得不罚。在世上，命运不能更改，放开不能再相爱。来人，带天蓬下去，处以极刑。不，玉帝，这都是我的错，跟他没有关系的，你不能这么对他。动手吧！等一下。紫霞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清明湖主是我老朋友，春色正好，我来踏青，没想到看到如此不公的一面呢。不公？哈哈，此话怎讲？玉帝只问过不问公，谈什么公平啊？天蓬连续犯下大错，哪里来的功劳？那请问，如果月光宝盒落到孙悟空的手里，会怎么样呢？答案是。虽然天蓬偷了月光宝盒，但也极力保护宝盒，免得落入孙悟空的手里。阴差阳错，不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吗？难道这不算公吗？即便依你所言，也不能功过相抵啊。当然不能，该罚还是要罚的。不过处以极刑，我看就有失公允了。你们怎么看？佛家以慈悲为怀，紫霞仙子常年侍奉如来佛祖，心中定存善念。臣觉得仙子的话也不无道理呀。也罢，天蓬，朕念你侍奉天庭多年，加之又曾舍命护宝盒，朕判你打入凡间，受轮回之苦。去吧。谢玉帝开恩。听说你要见我。多谢紫霞仙子救命之恩。哎呀，我只是说了该说的话，也没做什么。哎，你不要客气了。仙子呢，心怀善念，不计前嫌，天蓬感激不尽。你呢，可以不求回报，但是天蓬不能不报。听说你还在找那个叫大圣的。你知道大圣？当然了。再这么说，哎，我也做过神仙。就是那天那个用他自己血救我的人，你跟他叫大圣。事实上，他就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！果然是他。要不是他闹天宫的时候喝多了得罪了天庭，他怎么能跑到凡间和你相遇啊？哎，你们遇见的时候，他还被三界通缉呢。算起来，如果当时我把他抓住，或者把关于他的消息通报给天庭，我现在不但不会被受罚，还要受赏呢。我猜，你应该不是他的对手吧？这倒也是啊。不过再怎么说呢，他也算救过我一命。这样呢，就能看出这个大圣啊，他不是他人口中所说的妖猴，也蛮有情有义的。如果有机会能让我再遇见他，
我一定报他的救命之恩。那他现在在哪里？你知不知道？没关系，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是孙悟空，我已经满足了。就算寻遍三界，我也要找到他。照顾好自己，走了。那仙子留步。怎么了？我还有个不情之请。明天呢，就是我要被贬下凡间的日子了，我想见见他。不试试吧？天蓬，此去凡间，还望好自为之啊！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等等，罪臣天蓬向嫦娥仙子谢罪。臣不该贪恋仙子美貌，大动凡心，今日被贬下凡，实属罪有应得。只是此去凡间，路途遥远，不知何日才能与仙子再次相见。还请仙子保重仙体。你这样做，是想让我更内疚吗？如果仙子觉得心中对我有愧，天蓬斗胆，可否请仙子替我了却最后一桩心愿？你说。请仙子替我斩断情丝，使我免受人世间的情爱之苦。斩断情丝，你就再也动不了情了，那不是比现在还痛苦吗？你是不是傻呀？我不傻，我做神仙这么久了，在天庭大家也都知道，我也仙中龙凤啊。此次下凡，免不了受到尘世间那些凡尘女子们的卿卿我我、唧唧歪歪啊！想起来我都好烦呐。所以还请仙子替我了却心愿。好，我成全你。無言獨坐放眼塵世外，鮮花總不做神仙，真的会快乐吗？会。
那你会忘了我吗？在世間難逃避命運。不會。相親竟不可接近，或我應該相信是緣分。苦海翻起愛恨，在世間難逃避命運。真的斩斷了他的情絲。我怎么忍心？我只是抹掉了他对我的全部记忆，希望他在人间能重遇真情。这一切都怪我，怪我动了凡心。感情是最难控制的事，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，怪不得任何人。你不要太内疚了。仙子也是性情中人，你放心。从此以后，我不会再执着于紫青宝剑。希望仙子也能遇到真心相爱之人。这桥终于修好了，难道是官府良心发现了？怎么可能是官府嘛？我就说嘛，这桥坏了这么久都没人管，那这木头怎么回事？想不到竟然这是真的，想不到竟然这是真的。喂，脸谱，你知道这怎么回事？这桥已经失修多年了，在这桥上也死了不少人了。这大家都知道，因为害怕出事，山里没人住，下面的人也不敢进去。那是前几天，我进山打猎，没想到遇到了大风沙，这断桥就更加危险了。过桥的时候，我一再小心，谁知还是不小心失足掉了下去。哎，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就晕了过去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桥头了。有一个人，他救了我。阿弥陀佛，施主啊，你终于醒了。这位施主啊，您就安心休养吧。既然不幸源于此桥，那我们就让不幸在这里结束。贫僧一定会把这座桥修好的，不让其他无辜的百姓再受伤害。阿弥陀佛。哎，照你这么说，救你的是个和尚啊？这个和尚还要修好这座桥？其实我也不敢相信，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呢。等我伤好了一点，我赶紧跑过来看看情况。你们看着木头，看着桥，这不都是真的吗？连官府都办不到的事情，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做到？哎，
说不定是个神仙。我可不是什么神仙。恩公，恩公，哎呀呀！感谢救命之恩！起来！小和尚，你要修这桥啊？正是啊，这个桥啊害人无数，我一定要修好它。就凭你这小身板啊？当然不止我一个人呐，我还有个徒弟呀。悟空啊，悟空！哎呀，悟空不要空蹬啊，用力呀！其实啊，那天在断桥上救你的人是他。感谢救命之恩，感谢救命之恩。空，你快看！师傅，这个桥那么危险，咱们还是走别的地方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快去救人啊！你怎么不去啊？那么高，那么危险，你让我去，是吧？师傅，我知道，我去行吗？快去啊！乖呀，听话，快去啊！快去呀！想不到二位大师如此宅心仁厚，真是辛苦了。千万别这么说啊！这个啊，对于我们出家人来说也是一种修行，对不对，悟空？师傅，我们已经走了7749，到现在还没走出五指山，咱们到底还去不去取经？当然要去啊，但是桥也是要修。乖听话，再去弄点木材来。又让我去啊？我不去，有点歪。不要摔倒啊，慢一点啊。悟空，你个死和尚啊！大晚上喊什么喊？回呢！来冲！别冲啊！悟空，孙悟空，过来，过来。谁呀你？啊，那么晚了不睡觉？你让我过去，我就得过去，是不是？你以为你是玉皇大帝是不是？玉帝哥哥，哎呀，我好想你，好想你终于来看我了呀！乖，哎，你不是专程来监视我的吗？哎，话别说的这么难听，我可是专门来看你的。啊，真的吗？这么好啊，这么感人啊！玉帝哥哥，我很听话，很乖的，按你的吩咐，我认那个臭和尚做师傅了。我都看到了，而且刚才我叫你悟空的时候，你立刻就醒了。看来你已经习惯了新的身份，获得新生的感觉一定很好吧？好个屁呀！你知道那种感觉？你知道每天耳朵边听到至少2万次“悟空”这2个字的是什么感觉吗？2万次，这叫做生理反应啊，老大。慢慢习惯就好了。你要多想想好的一面。你看这人间，天大地大，此刻凉风习习，这不比那丹房敞亮？
凉快多了嘛！爽啊！太爽了，爽死了！你不说这个海岛，你要说到这个，我真要给你掰扯呀！玉帝先生，为什么这和你之前说的好像不太一样呢？想要活命，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你使用孙悟空这个身份，护送一个人去西天取经。这个条件对你来说百利而无一害。首先，待遇优厚，你不用马上去死，而且还可以获得自由。我想，就凭这一点，你应该马上会答应我的条件吧？这一路去西天取经，横跨数万里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公款吃喝，公费旅游啊！最近天庭管得严，这一项取消了。要不是任务特殊，这么好的差事，怎么可能落到你的头上？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啊！西天取经一路这么美，你就不想去看看吗？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孙悟空了。嘿，对呀，我说的没错呀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有什么不对吗？这简直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，好吗？你之前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跟我说的时候，分明是那样的呀。没想到你也如此好色，这个叫普度众生啊，懂了吗？来，这个搞。结果就是这样的。走啦，取经呀，一路向西呀。你追我干什么？追他！尝一下，是吧？尝一下挺好吃的，你尝一下这地瓜挺好吃的，尝一下。你尝一下。看我干什么呢？是不是我长得很漂亮呢？悟空啊，你饿了就吃嘛。你是不是生气？是不是嫌得太小啊？师傅和你换啊，这个大。我知道你辛苦了，要多吃一点。喂，你有没有同情心啊？你居然还笑得出来啊？我笑了吗？你看你就是这样，总喜欢脑补太多东西。当初我哪有说的这么具体？这都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。哦，你终于承认了啊！你故意隐瞒了关键信息，你。我隐瞒什么了？他呀。你跟我说过他是这么麻烦的人吗？不，他不是人，他是只苍蝇，整天婆婆妈妈、唧唧歪歪，打着行善的旗号多管闲事。他以为他是朝阳群众，还心疼大妈呀。还有，我头上这个箍状物体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我会戴上它？为什么戴上它就摘不下来？为什么它一言不合就念紧箍咒？很疼很痛苦的好吗？是不是你干的？是不是你干的？那金蝉子
已转世成为唐僧，孙悟空则被送至五指山。他们日后定有机缘再次结识相遇，之后就是二人的造化。玉帝又何故叹息？只是那妖猴毕竟野性难驯，我担心日后他再生出什么祸端来。玉帝是担心唐僧治不住那妖猴，这有何难？我可将这个金箍赠与唐僧，此法器见肉生根。如那猴子不听教诲，唐僧只需念诵咒语，金箍收紧，所带之人就会眼胀、头痛、脑门皆裂，自然就会乖乖听话了。哦，如此甚好。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不过你这个金箍还是蛮好看的，做工精细，五金绝对上乘。反正我不管啊，我呢这个事绝对不会干，而且我也再不想见到那个人。一说他都一肚子火啊，我这个小暴脾气我上次就跟你说过了，你这个猴子，你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生，要么死。当然是生啊，但现在比死还难受。那可不一定。我要活，我要活！好，好。我真是太糊涂了，太久没用仙法，竟然弄反了。这下你体会到死了，死很容易，难的是生。想要活命，那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你要保护唐僧一路西天取经，是你唯一的救命之路。你好自为之啊！悟空啊！悟空啊！悟空！悟空啊！哎呀，悟空啊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得了梦游症？你怎么？你不舒服？哎呀，你是不是冷了？我带了个被子过来，你不要害怕。我也很害怕，但是不要紧，有你在，我们2个在一起就不怕了。有没有舒服一点？哎呀，你在干什么？哎！可怜的石头君。他什么都没做，就乖乖地躺在这里，就是因为你乱发脾气，所以遭遇了飞来横祸，都裂开了。师傅，从我睁开眼睛到现在，我已经对这块石头君说了81次的我错了，99次的你疼吗和108次的对不起。我想他应该已经原谅我，我们还是赶紧上路吧。悟空啊！如果你心里面没有歉意的话，就算你跟他道歉109000次也是没用的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们做错了事就要去弥补。如果石头君真的原谅你的话，他的伤口就会痊愈了。师傅，你要修补这个裂缝？正是，为师听说，只要有恒心的话，破镜都可以重圆，更何况是坚强的石头君。哎，这个话怎么这么熟悉呀？你说什么就是行不行？悟空啊，你可不可以认真一点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为师在帮你争取石头君的原谅，你不要那么多话，赶快给师傅找3朵黄玫瑰来。我上哪儿给你找黄玫瑰啊？你个死和尚！哎，悟空，你不要骂脏话。还有，我是一个和尚，但是你可不可以不要在和尚之前加一个死字？而且你也是一个和尚，如果我是死和尚的话，那你也是死和尚。还有，黄玫瑰赶快去找，不要那么多废话。知道为什么吗？黄玫瑰的花语是对不起，你亲自去摘，
亲自来送，说不定石头君就会原谅你。师傅，你的想法真的是太好了。但是我请你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四周，除了树就是草，我上哪儿给你找什么玫瑰？我不管，容易找就不对了，就是因为不容易找，才能体现出你的诚意。你的话怎么那么多？快去！一定要去。你不去，我就不走。行，那我去。快去！悟空啊！不要用法术，显得没诚意。紫霞仙子啊，你在我这店里转了好久了，到底要买什么呀？奸商蜈蚣精虽然是个妖怪，但是因为倒卖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啊，所以三界都不敢动你。现在我要找个东西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啊？既然仙子这么了解我，需要什么说出来听听吗？听说有一种神灯，可以帮人啊寻找自己心里想要找的人，有没有这种东西啊？有，阿拉甲神灯。一听这名字就知道高大上了。原本是如来佛祖阅读经文时的灯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流落凡间。这神物下凡必有神迹，它是可以助你寻人的。哦，仙子，原来你是要找人啊？没有，我就是好奇。哎呀，你这到底有没有那东西？本来是没有，不过既然仙子求了我，我想尽办法也要帮你找到。明天到货来取吧。明天？虽然我已经等不及了，不过明天的话，应该还能再等一天。神物就是需要仙子这样的主人，定金500不限。500？你不愧是个奸商，你情我愿嘛。提前说好了，我来找神灯的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像我们这种买卖人，最讲究的就是规矩。不错啊。青霞仙子，您怎么也来了？为什么要用野？你知道我们这种生意人最讲究的就是伶牙俐齿了。接客的时候加个野字，这不显得我们门庭若市、迎来送往吗？阿拉甲神灯有没有？你也要阿拉甲神灯？为什么又要用野啊？在商品前面加一个野字，这不显得紧俏吗？对不起，阿拉甲神灯目前没货啊。没货。明天呢？明天也被预定了。这个野你又要怎么解释？就是被别人预定了呀。谁预定的让他退了？明天我来取。先到先得，这是我们的规矩。你们这儿的规矩是吧？可我的规矩就是，要么给我货，要么就你死。不要以为三界人都不敢动你，我就不敢杀你。杀了你，大家无非少了一个走私的渠道，没人会说什么。仙子既然喜欢，灯留下便是，何必这么粗暴呢？算你识货。哎，这个定金是定你的头的，明天拿不到货，提头来见我。师傅，你醒了。刚才我已经诚心诚意地向石头君道歉了，而且呢，他也原谅了我。哎呀，你真的做到了！我只是随便的说了一下，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。不过，他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有点瘦啊？师傅，你看这块石头，它的裂缝是无法愈合的。当它受了伤，它就会开始慢慢的变瘦，就像你说的一样，跟人一样，它也会伤心，它也是有生命的。阿弥陀佛！没想到悟空你的顿悟已经这么深了，师傅真的很欣慰啊。师傅，
你想一想，咱们呢又是救人，又是干这个干那个，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。所以啊，师傅，咱们必须把这些时间弥补回来，你说是不是？悟空，你也说的非常的有道理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，还是要把之前要的时间把它补回来。没错。那咱们现在就出发吧，好吗？好啊，我们继续一路向西。走起，师傅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悟空啊，为师好累呀！听说你有72变，不如你变匹马让我骑一下。师傅，我刚才采花回来已经累成狗，现在你又让我变成一匹马给你骑，我很累啊。变马很累呀，那变驴呀？不会变驴呀。那你还会变什么坐骑呀？不如变鸟。哎，说起鸟啊，为师认识一个仙人，他的坐骑就是一只大鸡呀，很威风的。不如你变只大鸡呀。悟空啊，悟空，你是不是不会呀？不会你就说嘛，没本事不重要，最重要是要承认。你能不能不啰嗦？啊，我现在正在去要给你找一个大鸡。走开！路上小心呐！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贱人，你竟然还敢出来见我！我告诉你，灵寺所有的活儿都我干的，害得我不得不下凡来找你，还害得我……你怎么了？算了，不提也罢。灯给我，我走了。哎，慢点！姐姐也要这个灯啊？你也要？你要灯干嘛？哎，姐姐，我遇到了我的真心人，我要用这个灯去找他。要是别的事我也就让你，可你是为了臭男人，我是不会让你去的。哎，哎，给我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给我，给我，啊！很贵的，我有办法了，我不卖了。我租还不行吗？你租几天，他租几天不就行了吗？给我！哎，你的，我的！姐姐干嘛一口一个臭男人啊？你被人伤害了？臭男人，移情别恋，见异思迁，忘恩负义，一边跟我你侬我侬，一边倦得所有女人，斑斑劣迹，人人都要诛之。给我！既然如此，我更不能让你去了。一个男人伤了你，你就要见所有的人。如果你去杀了他，你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少废话，我更不能让你被男人所骗。他不会骗我的。他拔出我紫金宝剑，他是我的命中注定。你竟然为了他完成3件难事，若他骗你，那岂不是更伤更痛？不行，我就算杀了你，不能让你上他的当。这样，至少我们2姐妹都不是傻瓜。姐姐，哎呀，给我！我等醉了就管完了。神灯，那个人在哪里？五指山。你们还是会付钱的，对吧？他弄坏的，找他。我看我要去五指山了。我才是要去五指山。哎呀，我才。哎，我回来了啊。哎呀，悟空啊，你回来了！哎，说好的大鸡呢，怎么就变成骆驼了？大鸟大鸡没有，就这么个玩意儿，你爱骑不骑，我不伺候你。你不是要骑骆驼吗？到底上不上啊？不上我还得赶路呢。这，施主，你这么凶干什么呀？你看这个骆驼，它好可怜，它都靠着你，它都哭了。你不如让它休息一下，喝口水，吃口饭啊！神经病！你骂得太好。说什么？一路走好啊！悟空啊，悟空，你不能让他走！你看那个施主凶神恶煞，明显是在虐待小动物啊！你快点去救救他！
你看着我干什么？你别说话，你这个好纸就是话太多啊！快去救他！干什么又看我？救他！小洛洛，你走吧，没有人会欺负你了，你自由了。拜拜。拜拜，以后不要被人骑了，不要乱吃东西。那么啰嗦。悟空啊，你我师徒齐心，一路向西行善事，想来也是很惬意呀。解开枷锁，重获自由，应该才是最惬意。你的悟性果然很高啊，但是不要骄傲自满。这次我们只是救了一只小骆驼而已。是啊，以后还有更多的人等着我们去救。对呀，还有大笨象。哎，你的话怎么这么多啊？来，起来了，我们该上路了。悟空啊，你饿了，不如你搞些斋饭来用啊。阿弥陀佛。是不是悟空啊？原来是二位女侠在切磋武艺呀，身手好棒啊！切磋归切磋，不要太认真，小心受伤啊！不像切磋，这是在拼命。喂，不要再打了！我先走了。悟空啊，悟空啊！真是可惜了。悟空啊，悟空啊！哎，悟空，你的嘴怎么这么油啊？是不是偷吃了肉啊？师傅，这哪有肉啊？啊？不过呢，我确实是饿，咱们吃饭。哎呀，不能吃饭啊！那边有两个女子打起来了。好啊，师傅，那咱们过去边吃边看。看什么呀？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恩怨，招招下毒手，处处要人命啊！赶快就要死人了，这么狠啊！那咱换个地方吃。哎呀，你让我太失望了！跟了我这么久，你不知道为师的用意吗？那你想干嘛？我要你去阻止他们化干戈为。什么干戈？人家干哥哥打架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悟空啊，看来除了佛经之外，我还要给你补一下文化，化干戈为。对，师傅，我其实是开玩笑，但是呢，你说人家打架是私事，对不对？我们俩去打扰人家不好。什么私事啊？都要出人命了，不是私事了。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来，快跟我去！你是不是一定要去？是啊。那这样吧，师傅，我呢护送你到那边，你呢过去好好跟他们讲一下你的大道理。悟空啊，我看他们举手投足啊，他们的恩怨不是2、3个道理就能化解的，是时候该你出马了。悟空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快点去，一定要化解他们的恩怨。这个东西我给你拿着，免得你出手不方便啊。师傅，等一下，你这有点脏。你好乖呀，悟空，快去吧。好香啊！有2名女子，不知道样貌如何，真是令人期待。娉婷妙娜，卓越多姿，竟是背影就能让人如此幻想。
手如玉子，细如葱般。这双手的主人一定秀色可餐。姐，你以为今天能杀得了我吗？那就看你本事了。怎么会是青霞？让他抓着，那我就死定了。等会儿，青霞，唐僧，这是个好机会。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子虐待小动物。动物它也是有自己的脾气的，你看它的表情啊，已经是很不开心了。它一会儿着急啊，还可能会踢你。施主啊，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不如我带你去看大夫。我都跟你说了，不要虐待小动物啊，这可能就是报应啊。老兄，我让驴拉磨，你说我虐待小动物，我自己拉。你说我不会利用工具，你这样来来回回都80多遍了，你到底要我怎样？我只是想让你不在虐待小动物的同时呢，有效的……你别说话了，别说话了，你再说话，我死给你看！身体发别说，你别说话，别说话，别说话！哎，悟空，哎呀，我对不起你，阿弥陀佛！哎呀，悟空啊，悟空，悟空，你干什么垂头丧气呀？你是不是去赌坊又输了很多钱？你是只好子，你的脸为什么那么长啊？悟空，那2位女子呢？师父啊，弟子无能，我救不了别人，也救不了我自己。阿弥陀佛，看来这次要为师亲自出马才可以。师父，你不能去，那2个女子犯话了，谁去谁死。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师父，你不能去啊！你会死的。风萧萧分，易水寒。是西呀，师父。你说的也对呀，你看悟空，为师连这个诗都读不好的话，估计去了也就是死定了。还是你去吧。师父，弟子有一个办法，不知该不该？不行，没有不行啊，说来听一听啊。其实我能力太强了，一直以来都是这个金箍束缚着，但是我怕我摘了它以后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，我就把整个世界……你说的也对，那还是算了吧，不要摘掉它。那行，那咱别救那2个女子。不行啊，不救他们的话，他们会死的。我还是给你摘下来。师父，我舍不得。你舍不得，师父是自然的，但是佛祖说了，有舍才有得，要舍得呀。师父，怎么了？你别……师父，你摘了这个金箍，我如何做你的徒？悟空，不要闹啊！摘掉了金箍，你还是我的徒弟。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师父跟你说过很多遍了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悟空，你笑啊！师父，我是悲喜交加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哎呦，为师知道了，真是心疼你。好了，现在赶快拿着这个金箍去救人了。佛祖说过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乖呀，快点去呀！师父在这里等你回来。去吧。
是自由的感觉。你让我去帮你救人，做你的春秋大美梦去吧。从今以后，你做你的救世主，我做我的齐天大圣。